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7月19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61篇，撒母耳下卷第7章18到29节，希伯来书13章第17节到25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是祈祷。祈祷到底是啥物货？为什么真侪基督徒真惊祈祷的代志？特别是伫迄个讲人的面头前公众的祈祷。事实上，真侪人所惊的，毋是祈祷本身这项事啦，是所谓的上台，还是讲伫迄个众人的面头前祈祷，或者是讲伫几个人面头前的公众祈祷啊。伫要开始讲到祈祷是甚物进前，牧师想要来分享家己对祈祷的即种经验啦，牧师对细汉伫教会做大汉，基本上我的个性嘛较活泼，所以我甲大家共款，拢真会惊吓要伫大家面头前讲话，拢会淡薄啦，虽然讲我的个性较活泼，但是因为对音乐的兴趣，伫主日学也好，顶悬就有即个唱歌的表演啦，即个戏剧演出伫教会内底啦，有即个伫圣诞节定定去互叫去唱歌，还是讲演奏小提琴等等遮的有即个机会，所以渐渐对伫即个上台来讲，就较袂遐尼惊吓。然后伫高中时代担任着学生团体的干部、副会长，因为阮的会长足内向，拢无爱讲话，我着时常爱代表。伫即个中酒会甚至即个和会顶悬咧报告嘛渐渐着训练着上台的即个胆量啦毋过当我初去到伫台北的时阵呢，第一个参加着迄个台北的教会青年团体的聚会，当然伫这聚会中间，我都已经有一寡冲击语言的关系啦忽然间就有人讲咱请即个李哥带咱祈祷啦当然，伊毋是用台语讲的本地祈祷毋是问题但是迄是我第一摆参加华语的团体的聚会，佮第一摆受要求来用华语祈祷。对于我一个南部囡仔来讲华语毋是足溜的所以迄一暗的祈祷已经是安尼大字大字讲到安尼袂连转安尼去互本地算是安尼真有胆量的人，对祈祷产生某一个程度的恐慌啦相反的经验伫即个读神学院的时代，第一届到教会实习，忽然间生活队队长请李老师祈祷又搁拍角安尼另外一摆是代表学校去到伫教会请安讲道迄个时阵才大学1年尔呢我真认真准备写稿准备50分钟的即个讲道片无想到正式去迄个台仔顶咧讲的时阵无到20分就落来拄我到伫美国的时阵，美国的教会拢参加伫当地白人教会的教区或者是中会。伫咧平常时用英语甲遮个牧者同工会谈以外，有一天忽然间受要求要祈祷。当我听到要求我祈祷了后，我会发现我的主教看我一个面戆影呢伊就改喙讲We would like to invite you pray in your mother tongue，就是讲。阮足爱听你用你的母语祈祷啦，其实因听无，只不过是要互我有一个落台的机会后来伫每一摆伫即个经验了，伫每一摆参加教区也是中会聚会，
或者是要去甲伫别人基督徒的朋友因兜做伙食饭的时阵，我拢会先准备好迄个祈祷书吼，英语的祈祷书，以防万一啦吼。你看迄种会惊吓安尼吼。当然渐渐伫即个准备甲普通时的甲因讲话就比较拢就较坦然啦吼。意思就是讲，咱需要真侪机会，慢慢的学习啦吼。牧师分享家己的经验的，即个目的是要甲兄弟姊妹讲，祈祷无有分好甲毋好啦。其实祈祷较重要是讲，咱是甲上帝讲话。也好，那亲像耶稣基督伫迄个教古井边的妇人人，撒玛利亚妇人人所讲的，讲时间得要到，当就是啊。迄个真正拜上帝、拜老爸，就是用心灵甲诚实来拜伊。因为爸要爱安尼人来拜伊，上帝是一个神，所以拜伊的人必须爱用心灵甲诚实来拜伊。约翰福音第4章23节到24节，耶稣的教示吼。所以祈祷需要诚心的祈祷，毋是碎碎的祈祷，毋是真够祈祷。咱若无诚心的祈祷吼，搁较水的祈祷词吼嘛，诚做一个空无有内涵的语言啦吼。到底祈祷是甚物货？咱应该搁较明白来讲，祈祷内涵到底是甚物货？祈祷其实有包括学乐、感谢。其中一个真特别是基督教信仰强调的，就是认罪的部分。然后佫有为着别人来祈祷，佫来就是为着家己来求讨。这较民间宗教拢咧讲着心灵心诚的灵吼，这亲像咧干那追求家己的所求，迄是无共款的。民间宗教强调有求必应，迄是为着家己。咱搁来倒转来看大笔的祈祷，伊讲至悬的上主啊，你为着我所做一切，我真无得配，我的家族也配袂起。安尼祈祷的前言，互咱看出大笔迄种的心境甲伊的性命是谦卑的。伊用谦卑的心领受上帝赐福甲带领。咱伫大笔的祈祷中间，咱品味到一点点埋怨的滋味。是安那牧师安尼讲，因为伊过去所拄着扫罗王的扫罗王的这个追杀，伊面对强大的法利赛人的这个军队，甲伊所面对的困境来埋怨，伊无安尼。伊反倒转来认为讲，这是上帝奇妙的作为啦。真少人有这个机会吼，伫7月14的这经文的分享中间，牧师有提到这个部分啦吼。伊无因为伊过去所拄着这个困境，伊伫遐埋怨，但到伫迄个所在献上感谢吼。伊讲这是上帝奇妙的作为，真少人有这个机会，所以伊祈祷讲，但是至悬的上帝啊，你所想事好啊，搁较济，甚至应允未来的这个年日内底，要恩待我的子孙。至悬的上帝啊，感觉这是人所常见的事嘛？我还佫有啥话通讲呢？你知你的路卜，你安尼做出伫你的旨意。你做一切的大事为着要教导我。至悬的上帝啊，你是偌尼伟大，无人会当甲你来相比。我一向拢知，除了你以外，无有其他的上帝。当然，咱知影这个大卫王的祈祷基本上是包括了俄勒归因讲互上帝感谢，佫有迄种决志的部分啦。伊讲我意向知，除了你，无有别个上。意思是讲，伊一世人就要来敬拜上帝啦，吼。
保罗伫希伯来书看免基督徒讲，恁着爱服从领导恁的人，听因的话，爱常常看顾恁的灵魂，因为因将来要向上帝交效。恁着爱听趁因就会欢欢喜喜来工作，若无因会累志灰心，安尼恁有啥物利用呢？伊阁请兄弟姊妹为着因来祈祷，请不断为着阮祈祷，阮自信有清白的良心，愿意时时行正路。阮阁恳求恁替阮祈祷，求上帝互阮会当倒转来甲恁遐去。所以真明白的，伫遮保罗要求遮的基督徒替上帝路卜祈祷。有人会讲，为着你的牧师祈祷，为着你的长老祈祷，这个真重要所以祈祷也真重要，是爱找求上帝的旨意啦好，若亲像耶稣基督伫克西马尼的祈祷共款，是顺上帝的旨意，毋是顺咱家己的旨意。